马上招生了，招生。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始续乐。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颂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祷告，亲爱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凡是与你的话语和旨意不一致的地方，求你重新调整好我们生命的次序，做你的见证。今天在这美好的早晨，我们满心赞美你。在这预备祷告中，我们以平静的心、感谢的心、喜乐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将你的话语种在心里，好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得着祝福，得以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能胜任神国度的服事。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着由没有诗歌。今天诗歌，接下来诗歌敬拜。今天的歌曲是《真神之爱》，心灵第83首。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死，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手。上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灵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今天起应文在诗篇第13篇，待会由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偶数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许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会众健康做祷告。在身体、肢体上、心理上、工作中、家庭中，都能在疫情下得平安。如有需要帮助的，也能够得到医治。也为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平安做祷告，使众人有余力去帮助他人，叫一切做主的工。感谢您为荣光堂增添力量，多了牧养方式。让会友能在无法来聚会时，听进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话语，宣扬你的话语，实现你的话语。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请曾荣基弟兄来为我们攻读经课。今天的经课在第一处圣经，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第一处的经课的经文在创世纪22章
1到14节，在教会圣经第19页，翻到由我来攻读。创世纪22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于是2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2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2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第2处的经课记载在罗马书6章12到23节。罗马书6章12到23节，在教会圣经168页，翻到由我来攻读。罗马书6章12到23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荣基弟兄。接下来的读经是在路德记第4章，是我们的教会圣经的页数是265页，265页的路德记第4章。在265页，路德记第4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耶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纳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耶女子路德，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那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俄米手中自买了，又买了马伦的妻摩耶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2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享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接下来是献诗，我们请诗班献诗。那今天的曲名是《除你以外》。
谢谢诗班。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赎爱回来”。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啊！今天有很多个第一次啊，我们的维芳弟兄也是我们第一次私会，然后这样上台来分享，担任诗会，然后台语堂也是林淑英姐妹也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有好多个第一次，包括我们的荣基也是第一次上台来做读经员，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次都是。也许不一定都是美好的经验，或许也有一些刺激，有些害怕，有些紧张，但是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的生命的养分，都让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都让我们可以增加未来你在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帮助。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私会的时候，是在我当兵的时候，然后教会安排我到教会里面来做私会。虽然那时候我是军官，我站在连集合场上面都可以很自然的跟大家说话，可是各位知道站上台去是不一样的，脚都是会发抖的。所以各位知道为什么牧师喜欢这样走来走去，其实是因为不希望让大家看到我的脚发抖，不是因为我喜欢离开讲台，不是，是因为就是走路的时候比较自然，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脚在抖的感觉了啊。但是各位知道，事实上要站上台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讲说，在台上10分钟，在台下可能就要10年的功夫啊！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多给一些年轻人，多给一些我们的新进的，或者是说这些的晚辈，让他们有机会多参与一些的服事跟侍奉。将来有一天，他们在台上的服事跟侍奉，都会超越他们的前辈。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很多的年轻人，让很多的青少年可以发挥，让他们可以参与在侍奉的当中，边侍奉边修正，边侍奉边调整，以至于他们将来可能就会比我们的这些长辈们或前辈们更好。上帝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啊！这个是接续上一次牧师有讲过一个笑话。牧师曾经讲过有一个笑话，说这个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的爸爸讲说：“爸爸，你不要打妈妈，因为打妈妈你打不过的啊，所以不要打妈妈啊。”好，那这个还有后续，好吗？后续还有一个故事。然后后来这个小朋友就问他的爸爸说：“爸爸，你当初为什么会跟妈妈结婚呢？”好，然后这个爸爸就开始回忆起来，他说：“知道在这个很久以前有一个那个年轻的小姐。”他刚好被4个这个不良少年给这个围起来的时候，你知道爸爸那时候经过那边，其实我是想要见义勇为的，然后我想要去救那个年轻的小姐，结果呢，我过去的时候就被这4个这个小太保给打垮在地上了，然后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年轻小姐把这4个这个流氓给赶走了，结果就拖着我这个受伤的身体就回到家里面来。他说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中计了，知道意思吗？本来是要英雄救美的，结果变成什么？其实是被设计了，就是那个小姐把她带回来啊。不管是什么样，各位，其实这个就是救赎。救赎就是什么？就是你把她带回来，用你的力量，用你的力气把她带回来的。好，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做很多救赎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好，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他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今天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讲到救赎，其实要先讲一个东西啊。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到一个名词，就是讲到有一个词叫做温柔。各位，我想大家都会觉得说，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应该是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要做是一个温和的人。
那温和跟温柔是不是代表就是不可以生气，或是不能够讲愤怒的话？其实我发现最近论坛报有出一些很不错的图片，而且也在讲一些有关解释一些的名词，或是一些比较我们在教会里面常见的一些的神学的词，好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最少我们会知道有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发现好像有的人不太知道这个在哪里，各位读一下那个马太福音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地方，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那么圣灵的果子，圣灵9种果子里面也在讲温柔。那温柔跟我们的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圣经里面讲的温柔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温柔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希腊字叫 pros， 那它的意思是用在说一头被驯服的动物，以至于能够顺从命令或接受驾驭。那衍生的意思就是能够控制跟能够来掌控跟克制自己的脾气。所以圣经里面温柔这个词，它的用意本来是用来做好像在驯服或是来掌控控制那个动物要驯服的动物，所以引申就是一个克制脾气的意思。所以一个温柔的人，这个是亚里士多德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讲，他说温柔的人是什么？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人，为了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并适度的表达愤怒。所以并不是表示基督徒都不可以生气。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被当作一个叫什么，好像机器人一样啊，我都是只有1号表情，我不能够有情绪，我不能有愤怒的。其实基督徒也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是愤怒要在什么样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提醒：温柔的人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人，为了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适度的表达他的愤怒。所以并不是代表一个温柔的人他是没有发怒的。真正的温柔的人不是不能发怒，真正温柔的人是当发则发，不当发则不发，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脾气的。所以包括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很多人叫会迁怒。迁怒是什么？就是我生气，然后旁边的人就遭殃了，那叫迁怒啊。所以真正温柔的人是当发则发，不当发则不发，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发脾气的。那各位会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还要经过深思熟虑？那什么叫发脾气？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榜样可以循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怎么做的。所以如果以温柔来说的话，如果是代表叫做不能发脾气，那么耶稣是最不温柔的人，因为耶稣曾经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发脾气。所以各位，其实在当发则发的时候，是耶稣对这些人发脾气，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说，但是他们不能做；他们常常教导别人，但是他们所行的是跟他们所说的是不一样的。耶稣对这样的人生气，因为他对这样的人是有指责跟责备的。他不能够去教导别人，但是自己所行的跟别人却是一样的，甚至比别人做的还要糟糕。所以因此，耶稣对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常常愤怒的，因为对他们来讲是他们教导别人，站在那个教导者的角色，但是却不能够行出他所教导的。所以耶稣发脾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考虑到自己，更是考虑到其他的人，不是因为一己的愤怒让其他人也遭殃。所以刚刚讲了迁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叫做迁怒，就是我发脾气，但是我的太太、我的孩子可能就遭殃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叫做当发则发，不当发则不发所以雅各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雅各书1章19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的经文。雅各书1章19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就是你要很仔细，要很认真，要很快的去听人家在讲什么，但是要慢慢的说出来，要慢慢的去把你要表达的说出来，然后要慢慢的动怒，不要太快的就被激怒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温和的人、温柔的人，但是并不是代表一个不会发怒的人。上帝帮助我们当发则发，能够在应当的事情上面，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应当发怒；看到有人被欺负，我们应该要发怒；看到有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发怒的。
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有适当的时间、地点跟适当的态度去来发这样的怒气。上帝帮助我们。好，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谈今天这个温柔这个主题？是因为圣经里面在讲温柔这个特质的时候，很多属灵伟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特别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人翁叫做波阿斯，但是我们讲波阿斯的时候，要先了解他的那个太太，还有他的这个家庭。那但是我们要先知道有个事情是，最近我们在台湾还有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各位知道，如果在各位看新闻的时候，美国因为发生过有一个黑人被白人的警察给这个压在地上，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喘气了。后来他因为这个过当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后来那个黑人就死掉了，以至于这个黑人他就是群起变成一个群起激愤，后来美国成为那个好像族群就对立的样子。但是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图样，让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有一群白人警察，他们就跪在这些的黑人的面前，这些抗议的人面前，然后祈求他们的原谅，并且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和解的祷告。让我想到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所做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满意，或是每个人都可以接纳跟接受，但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美好的教导。我们也许会对上帝很有爱心，我们对上帝很有爱，我们爱上帝，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爱上帝所爱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爱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说我们爱上帝，但是我们也要去爱上帝所爱的那个族群，或是那些人。也许这个族群不一定是我们所爱的，但是求上帝给我们，让我们有耶稣的爱，能够去爱这些也许叫做不可爱的族群。好，所以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弱势家庭，一个很辛苦的家庭，一个状况不是很好的家庭，他们发生的事情。然而上帝透过这个事情来让我们看到他的救赎在这个家庭的当中。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当时路德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个背景啊。当时的一个背景是这样：过去古代的犹太人或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跟外界通婚的，他们是自己的族群，但是除非得已，他们才会去娶外籍新娘。但是这个拿俄米跟他的先生，他们因为家庭的缘故，所以他们必须要离开犹大地，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然后到摩押那个地方去。当时的以色列因为是饥荒的缘故，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所以他们离开本家到外国去那里工作，然后他们的孩子就娶了当地的女孩子做妻子。所以当时的这个拿俄米，他就2个媳妇就跟着他。所以这个大媳妇后来就因为这个拿俄米的先生过世了，2个儿子也都过世了，后来大媳妇也离开他们，结果后来路德跟拿俄米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各位如果看路德记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用我们现在的一些想法去想象过去古代的一个情况。各位要先了解一个事情，是古代的社会里面，当时的女子、当时的女孩子是没有办法有生存能力的，必须要依附在男人的身上。所以到现在为止，像中东或是一些中东的国家，他们说可以娶4个太太，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为的是要让女孩子可以有生存跟生活的环境跟条件。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过去圣经里面讲说可以娶很多太太，那我现在就娶很多太太，不是这样啊！千万不要误会那个意思，是因为他们的环境跟因为当时的情况，所以以至于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跟背景。当时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是没有依靠的。虽然他们有土地，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生存跟生活，所以他们必须要去靠着去拾取一些麦穗，或是去收一些果子来果腹，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的生活。因为家里面没有男人，所以家庭里面没有继承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继承人。各位，其实这样的家庭是很辛苦的，而且是一个叫做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有帮助这些家庭的一些的方法，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你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申命记》25章的5到10节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里所提到的经文。我们先念一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这段的圣经在讲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为了保障跟保护弱势的家庭，假设如果是哥哥过世了，那么弟弟就有这样的一个要尽这样的义务，就是要娶他的嫂嫂，然后成为他的妻子，然后帮哥哥来生一个孩子，以至于让哥哥的产业是可以有继承的。我要先说明，这个是在过去古代的以色列人的文化，不是我们现在的。所以要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要先了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当时为了要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这些姐妹们、女生，所以他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在他们的文化的当中。所以成为弟弟的，或是叫做家里的至亲的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去照顾在家里面、家族当中比较软弱的、比较没有办法生活跟生存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德的故事、波阿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波阿斯是这个拿俄米、路德他们的最近的亲属，但是还有比他们更近的一个亲属，他必须要去为他们负这样的责任。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人他要不要去为这个拿俄米跟路德去负上这样的责任？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个叫麦安迪的这个人，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仁义的结果是平安，不是只是追求公义的社会，是关乎信实与怜悯的社会。对我们人来说，我们都很希望追求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叫做追求公平。但是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去追求的是信实跟怜悯的社会。很多弱势的，很多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的人，或是很多没有办法能够跟上的人，或是很多没有办法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人，他们必须要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支持跟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公义的同时，需要去考量到信实跟怜悯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考虑了公义，但是我们却没有考虑了信实跟怜悯。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对错，但是我们却没有去考虑到应该要有更多怜悯的心在这当中。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长辈这样对我说，他说：不要让慈爱和诚实离开你。在箴言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不要让慈爱和诚实来离开你。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求公义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应该是要有诚实跟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不是只是追求对错，而是也要有怜悯在这当中。所以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弱势的环境跟家庭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些人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未来，必须是要靠他们最近的亲属去做这样的帮助。当然在以色列社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支持，就是对贫穷的人他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9章的9到10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利未记19章9到10节，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一起念来。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在律法书当中，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说，在田的角的地方不要割尽它，要留给贫穷的人。
包括在葡萄树上面也是，如果葡萄树的果子不要全部把它摘取，你要留一些给那些贫穷的人，让那些贫穷的人可以透过这样，他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得到一些的生活所需的。所以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们虽然贫穷，但是至少路德还可以去田里面去拾取麦穗，去摘果子，以至于他们还可以生活下去。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但是要能够有人帮助他们把产业得回来，或是要有人能够继承他们的产业，是困难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透过波阿斯来救赎了这个家庭。各位，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他的意思啊。波阿斯的名字的意思是有力量的意思，所以上帝透过这个有力量的这个男人，或是叫做有力的这个男人，或是大能的勇士的这个男人，去拯救一个弱势的家庭。用什么来救？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救赎这两个字都有用意啊。救这个字就是用力量去得回它，也就是说你要用你的力气，用你的力量去把它拉回来。赎的意思就是你要用金钱把它买回来，所以救赎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力量，你要用金钱去得回这个人，或是要买回这个人。所以当你能够用力量，用你的金钱，用尽你所有的一切把这个人得回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归于你了。所以救赎的意思也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被拯救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力量，上帝透过他的救赎，透过他的赎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回来。所以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意思就是他透过他的力量，他透过他的所有的一切把我们赎回，好让我们归于他。所以波阿斯透过他的力量，透过他的可以做的事情，他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要救那个路德跟他的家庭，让他们能够有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回归到社会的状态里，正常的可以被社会接纳的状态，他必须要这样做的，这样才能够让路德他们这个家庭，让这个拿俄米这个家庭能够继续的延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德的婆婆，当然她也尽了一份力，她帮助路德能够看到这个波阿斯尽力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3章18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3章1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一起念来。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这个路德说，他说这个人如果今天不办成这个事情，他必不休息，因为他一定会尽力的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要把我们救回来，他要把我们赎回来。救赎的原因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以至于把我们救赎回来。各位，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救赎就是上帝透过爱把我们能够救赎回来，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赎价，用他的力量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救赎就是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他的力量，透过他的买赎回来，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一切的努力，透过一切可用的资源，上帝把我们救赎回到他的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救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看路德记里面的话，波阿斯他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就是他要用钱去把他的地，把这个拿俄米他们家的地赎回来。他必须用钱把这些地买回来之后，他要用他的力量来护卫这个家庭，甚至要生一个孩子，为他们生子立后之后，这个产业将来是归给拿俄米他的夫家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的，但是他仍然要这样的去对待这个家庭。他用尽他各样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可以有后代，可以承继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要付上代价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付上代价，他用力赎回我们，他用他的所有的一切买我们回来，让我们属于上帝的，成为属于上帝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经历上帝所说的救赎的事情的时候，看到我们过去不是属上帝的，
然而透过耶稣基督救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救赎。所以上帝欢迎我们投靠他，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所渴望的避难所。或许过去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苦难，有很多一些的经历，但是上帝要把我们从那样的经历、那样的苦难当中要救赎回来，他要亲自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7节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回到那个经文的里面，就可以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第8节，我们一起念第7、第8节，一起念来。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了下来。脱鞋是一个证据，表示说这个至近的亲属他不愿意买了，他请波阿斯能够去买这个路德跟拿俄米，还有把他们的家产都买回来赎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救赎就是这样的意思，用力把它带回来，用金钱把它赎回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在无法做什么样的事情的人当中，把这样的人给救赎回来。上帝帮助我们，他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对生命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力量的，我们对人生是无力的，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的。然而上帝透过他的力量，上帝透过他的救赎，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很多事情如果不冒险，很多事情都是会没有办法发生的，或是很平凡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冒险的缘故，是不能够产生的。波阿斯因为冒险的缘故，他必须要冒上一个险，就是他要把他的家产，他要把他自己都要买赎回这样的一个产业回来，但是最后不一定会是属他自己的，但是他仍然要这样做，因为爱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冒险是因为爱的缘故，有很多的时候信心也是因为冒险才叫做信心。如果不是因为冒险，就没有信心这样的东西在当中。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有很多事情因为爱的缘故，以至于是需要冒那样的险的。各位，最近我看到有一个电影，可能以后也许会上映，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喜欢看电影。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影片，让我觉得心里面相当的感动。各位知道，在印度现在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国家。我最近收到一部影片的一个简介，但是让我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印度的一个男生，他为了要给他的太太有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他做这样的一个牺牲。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面，各位知道，其实早期台湾也是一样，女生通常如果我们知道女生长大大概都会有月经，那如果一些我们像台湾还好，都是有一些卫生用品可以使用，早期都是要用布包起来的。在印度那边其实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对这个东西更加的敏感，男生是不可以碰这个东西的。所以有一天这个男生他在家里面，他看到有一块布掉在地上，他以为是一块脏的布，他就把它踢到旁边去，结果他的太太赶快捡起来，然后把它拿去别的地方。他说这个布是他因为月经来了需要用的。这个男生他觉得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我的太太在月经来的时候需要用这种脏的布来裹她的身体？所以他就去帮他买了那个卫生棉。结果各位知道，其实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早期的时代里面，这个东西是很贵的，所以他花了55块的卢比，当然我不知道卢比跟台湾的那个台币的比多少钱，花了55块钱买一包那个卫生棉，然后这个卖的人还要偷偷的从下面这样塞给他。他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是对女生是不尊重的，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花这么多钱要买这个卫生棉来帮助我的太太，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做？所以后来他就去买了很多的棉花，买了一些的布，然后自己就做这个卫生棉来要给他的太太来使用。结果后来他发现一个事情是，连他的太太都不接纳他。他说：“你是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这是很羞愧的，这是女生在用的东西。”各位，你可以想见，在很早期的时候，那种很传统跟保守的情况下，当那个状态的当中，这个男生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因为他要爱他的太太，他本来要帮他的太太要做这个事情的，不但是
他的身边的人不理解他，甚至是连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婆家太太的那个娘家都不理解他，说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后来这个男生有了机会，他去参加一个科技比赛，结果透过一个生产线的模式，然后把做这个卫生棉的这样的一个制成，因为做了顺利了，以至于成本可以降低到2块的卢比就可以买到。所以你可以想见，本来从55块钱，然后变成是2块钱的那样的一个落差跟差距，只为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男人他希望他的太太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东西是需要冒险的。这个人他后来在印度，他成为印度的一个很富有的人，是因为阴错阳差的关系，但是他的初衷是为了要帮助他的太太，让他的太太有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可以使用。人生如果不冒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是很平凡的，就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很多东西的改变是需要冒险的。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这个波阿斯他冒什么样的险？他必须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挑战？11节我们来看一下1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一起念11节，一起念来。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2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长老祝福波阿斯，但是其实波阿斯要付上的代价就是他买赎了这个路德跟拿俄米之后，产业不是真的属他的。生了孩子之后，他还是要去为这个拿俄米他们的家生子立后，这些产业将来还是别人的。然而波阿斯还是要冒这样的险，他要接纳拿俄米跟路德在他的家里面，把他的产业赎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救赎就是用尽力量得回来，赎就是用钱用尽各样的方式把它买回来。上帝透过救赎让我们看到波阿斯救赎这个家庭，上帝也透过他的爱救赎我们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来。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学习几个故事，一些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一个，上帝的救赎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有一个有名的教父叫做奥古斯丁，他这样说，他说：“上帝对你的爱犹如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一样。”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上帝好像比较特别爱谁，好像比较不爱我，他好像比较特别爱哪一个人，并没有。上帝爱我们，就好像这世上只有我们这个人一样，他是单单爱你的，他对你的爱跟对别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他对你的爱是特别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不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他要救赎我们，爱我们，以至于他要救赎我们。所以或许上帝会让我们等待，但是他必不忘记他给我们所定下的盟约，他必要救我们。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拿俄米对他的媳妇说：“这人若不做这工，他必不休息。上帝如果不做这救赎的工，他永不休息。他要做救赎的工在我们的身上。或许我们会需要等待，但是上帝一定不忘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就会来到。也许我们还在等候，还在等待，但是上帝的恩必然来到，要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救赎跟拯救，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第二个，我们要从今天的故事里面学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的救赎是因为公义，因着公义的缘故，上帝要救赎他的儿女回来，救赎他的孩子回到他的家庭里面，救赎他的子民回到他的国度里面来。所以圣经里面讲公义这个字，也包括帮助贫穷的人在这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公义不但是指公平的意思，也包括你必须要帮助贫穷的人，让他们恢复那个正常的状态。当然世界教我们的是如何爱自己，所有的资源最好都在我的身上。然而耶稣教我们的却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舍己，能够去为别人的缘故。所以波阿斯，我们如果说他像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话，波阿斯把他自己的一切奉献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上帝也把他自己的爱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蒙他的救赎。
耶稣基督舍了他自己，让我们可以被他赎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包森他这样说：彼此相爱，并非彼此喜欢哈。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爱人很难，但是上帝不是叫我们去就是爱别人，并不是表示你要喜欢这个人。上帝没有叫你要去喜欢每一个人，而是叫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怜悯那些需要你的人，那个就是爱。所以哪一个地方有需要，你能够去付上那样的一个代价，去帮助那样的人，并不是你喜欢他，而是你愿意去这样对待他，那个就是爱。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上帝的救赎是使人有盼望的。也许我们正处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仍然要心得安慰，因为上帝会继续的动工，持续的动工，他要使人重见光明跟盼望。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就像路德跟拿俄米一样，在困境的当中，然而上帝透过波阿斯把他们救赎回来，所以一样，上帝也会透过他的方式把我们得回他的家里面，得回他的国度里头。路易斯这样说，他说：“你也许忘了，我们在时时刻刻完完全全的是要依靠上帝的，所以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依靠上帝。也许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工作，上帝的工作来到，但是我们仍然要时时刻刻来依靠上帝。上帝必然拯救，必然成就他的功。若不成就，他必不休息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等候、忍耐等候上帝的工作。最后要跟大家做一点鼓励哈，因为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我们是他所宝贝的孩子，他更是要这样对待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失望，因为有时候环境也许让我们失望，或许一些事情让我们失望，但是上帝尚且养活天上的飞鸟，他必然也养活我们，必然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要相信上帝的功现在仍然继续在我们的当中。上帝要的是我们一颗爱他的心，但是他已经先爱我们，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要我们的是一颗爱他的心，因为他已经先爱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救赎的工当中去经历上帝的爱，透过上帝完全的力量，透过上帝完全的救赎，把我们赎回，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如今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愿上帝祝福我们。特别我们在55周年之后，我们的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新的开始，且期许我们自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变成新的。让我们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要看到上帝要透过我们的荣光堂要做奇妙的事。有很多还在上帝家以外的人，上帝要透过我们把他们救赎回来，让我们能够透过教会这些的力量，能够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把这些还在家外面的这些的流浪的孩子们带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还在外面游荡的这些的家人向你献上祷告。他们也许在困难的当中，他们也许在困境的里面，他们还不认识上帝。然而如今我们已经认识上帝，也得蒙救赎。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透过你告诉我们的话，使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能够去赎回跟救回那些还在上帝家里外面的人，好让这些在外的游子能够回来。谢谢你给我们的荣光堂成为上帝的家，让这个家能够成为有救赎的地方，人喜爱来到这里，上帝的救赎临到在这块土地上，让我们透过教会能够得回更多的人回到上帝的家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是金句背诵。今天是路德记第4章第12节。路德记第4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念2次。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阿公、扫孙巴勒斯的家一般。愿这章第
第12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路得记章第12节。接下来回应奉献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选第259首，歌名是《如我今来》。会众请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如今你帮助着我们，也祈求您往后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由你而来，我们愿意按自己心意奉献金钱给你，求你纳悦，来做事工使用，叫更多人来领受你的爱、你的救恩，做你所喜悦的事。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会众请起立。好，请会众坐下。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新朋友。为新朋友带就张雅琴、洪明旭、洪丽杰、黄淑珍。还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一日欢迎，永远欢迎。啊，在楼上。好。张燕荣、子安、谢美玉。接下来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唱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拱手来代替握手，互相问安。大家可以彼此拱手做问安。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可以参考周报第3页。教会消息第1点：今日为圣灵降临后第4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主日爱宴暂停，后续再视情况恢复。成人主日学11点20恢复上课，请准时至各班教室上课。第3点，下周日7月5号下午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7月小组长暨执事会议，请执事及小组长们准时参加。
第四，6月执事会议记录及5月收支表已张贴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第五，7至9月主日崇拜服事轮值表，正确版已经张贴在公布栏及各群组，请大家记下自己服事时间，求神赐福大家工作愉快。第六，7月1号至9月16号，每周三上午10点，共12堂。本堂与 YMCA 合办长者健康训练课程，欢迎家中长辈免费报名参加，请向噪音干事报名。7月1号周三起，晚上7点半至9点，由牧师主讲圣经总览，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7月17至18日，教会举办暑假儿童台语品格营，对象为幼至小6学生，费用是每人200元，欢迎对学习台语有兴趣的儿童报名参加。7月12号报名截止，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布栏。109年下半年度献花认献表已张贴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填写。10，请为教会预备开红本门徒课程训练祷告，求主预备愿意委身的门徒学员参加。11，教会将预备进行青年晚崇拜，欢迎国中以上青少年及大专社青参与，也欢迎及邀请因工作无法正常参加主日礼拜的弟兄姐妹参加，实施时间将会尽快公布通知。12，聚会后12点20在201教室召开儿主教师会议，请老师们准时参加。13，林志坚牧师于每周三晚上7点半至9点及周五上午9点到12点开办咨商课程，如有需要者，请和办公室淑清干事登记。肢体消息：第一，为暑假期间即将来到，弟兄姐妹暑期活动规划安排顺利祷告。2，身体不适，曾文仪母亲脚底蜂窝性组织炎的恢复，赵连秀母亲身体，黄清良身体，张桂满喉咙声音的复原，黄金土身体，涂红淑妃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手术，苏品纯牙齿矫正，李木恩血小板指数稳定，孙妈妈身体，周雄身体的复原待祷。接下来会众请起立，3一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如今回到上帝的家，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去，把这些在外面的游子带回到上帝的家里面，让上帝的家能够充满喜乐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会众请坐。接着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牧师要为你们祷告。